哎呀啦，我塞 ，Hello， 有人冇啊？有没有真的进来？我 ，Hello， 看下环境一下。哇，老夏，累，喂，朋友，今天爽爽搞个字。那谁进来？羅耀灣，羅耀灣終於跌到藝車會啊！啊，你歡迎，一流啊你啊！哇，馬富，哈哈，大家晚上好。哇喲 ，OK 啊，羅耀灣 ，Alex 方 ，Alex， 孫興，哇，喂，這個安東係跌到藝車會啊，誰的？阿富。为什么你会知道我在这里做直播呢？我没有透露的哦。羅倫，要用，用入戰。阿董常 ，Steven， 大家好啊。其實冇想到，好得閒嘛，啱冇。阿依樣，董常，就嚟阿常，佢講喂，收過送要送過阿呢啦，呢誒，我 BJV 而冇來過喎，咪來咯，來唔知然的運氣係一天氣唔好，一來落太水喎，多麼大雨啊 ，Ripper 啊，阿麗很大雨啊 ，OK， 大雨停了啊，7點半停了，我就進來了咯，哪裡知道做了8點又在下雨，來，現在很多車進來了咯。看到很多車進來了，合必用，阿亮，平亮有啲得人入來啊，有啲得人出去直播啊，係冇講啊，叫乜人哋啊，係特別來啊 ，OK， 呢個冇落水啊，應該好成年又會應該停車場一流啊，做啲200架茶，皮姐食爽爽。睇到我啊 ！PJ 食爽嗱，佢話一架太車落水都來啊！看到冇？嘿，多謝啊！多謝，歡迎捧場啊！歡迎，我是張少林啊！啊 ，OK， 謝謝 ，OK， 買位，哇！來，哇！這個 live， 有幾多人在沒啊？剛現在是900多個，900多個。上鏡，來 ，Steven 落水啊！阿麗，陳星 ，OK， 亮哥用心良苦，來，你有沒有看到這？有隻 PJ 880以前阿威泰國城這個閉了2間罷了，現在泰國城沒有開了。現在在這裡，老實講啊，今晚上如果沒有下大雨啊，應該超過400個人。下2場雨啊，下到人家不敢來了，我都想走了剛才。來，繼續看一下。來，打門口，看到嗎？門口在排隊了哦。這裡啊，跟蕉賴不同了，蕉賴是68塊，這裡是88塊，為什麼？跟你講，等下我找這個負責人，這個負責人有來頭的，他名叫什麼？安迪，上年紀叫安迪的啦，給我介紹人士啊，來了，你們看。來了喂！那我的負責人，他叫我少年哥，他是我的安弟妹，我不知道為什麼叫他安弟妹。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啊。OK， 等下我介紹他是什麼來頭，他這裡是這裡的經理之一了，來放我進去。OK， 來走。你看我是 VIP 啊，不用排隊的，不用排隊不要緊啊，不用給錢的。
来，啊，看完安迪再回去看看走下，啊，有个歌台，啊，这里有个歌台很大下，过来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歌台啊，我听说这个歌台呢，下次老板要叫我唱歌，对不对？对呀，要去唱歌。哦，而且音响全部装好了的，哇，100多千的音響啊，咩搞笑呀？睇下麻落水，有邊落後梯水啊，落涼床啊，朋友，K，啊，你講啊，好了，啊，這裡是2大名著是的，因為馬來人店馬哈拉嘛，印度人店，你看印度人泰國，慢點，好了，慢點，玩那個。ரொம்ப நன்றி வணக்கம்மா சாப்பிடு மீன் கோழி ரொம்ப பார்த்து நடக்குதா எங்க போறீங்க来看那个哇，张果哎，刚刚来了，哎，朋友要上镜啊，女朋友 ，Hello， 直播啊，开玩笑，今天特别请我来直播的，来，美女，打个招呼，女朋友，不认得你了，谁来的？啦，兄弟姐妹，张少林直播在这里。女朋友讲啊，不认识我不要紧，有没有听过张少林？1、2、3有没有？有。不啦，给我吓到了。OK， 我的 YouTube 去闪退一下，歌神张少林歌神啊，马上你看，马上做，心动不如行动。看一下我的朋友有没有做到歌神有，就是张少林出来了。subscribe， subscribe OK， 还有小铃铛什么蓝趴的点啊！谢谢你。他不是怕我，他尊敬我。75岁的歌星还有9个，全部都走了咯，对不对？来，subscribe OK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有朋友吗？谢谢啊！OK 啊，好，金乐鹤很便宜，这是炸的吗？一炸就80多块了，2炸就100多块了，傻的东西。像那狗炸了80个，讲啊，2炸的就日本了。谢谢大家，各位有情。来，哇，又来了，就講啊，招來蠻錯心到啊，來 PJ 啊，忠實粉絲啊，要開玩笑啊，知道不？你不要酒啊，有會不要酒咧，要5酒，招來冇5酒 ，OK， 招來有哈冰，有咩啊？对，吃东西啊，付钱啊，但付钱，皮带钱就行。哇，你看我的 fans， 我的安迪，他知道我口乾，特別拿一杯2手，唔係黑狗啤。来，一路走一路介绍一下啊。这里的东西呢，跟加赖是大同小异了，应该大同小异啊，差不多这样的东西。照一下直播，美女，哎，live 啊，不要开玩笑啊，你的朋友看到你的啊。看到你的啊，不要 ，OK， 不要，人家不方便，我知道，不要，我明白的。低调的，对，哎，很低调的。啊，我现在看到个单身的美女啊，人家我们过去打招
单身的开玩笑啊，哎，一个人罢了啊，单身的，哎呀，单身美女，我还穿 hot pants 啊，下雨天还穿 hot pants 啊，冷死你了！来，跟你打招呼，女朋友，女朋友啊，有啊，女朋友，有啊，她坐在隔壁坐罢了，她跟她的男朋友，你爸爸。男朋友爸爸，你看他知道啦。他们3个人次啊，已经超过300块了。我骗你的。当然那个生蚝啊，生蚝已经20粒了，那个虾20多只，很有蒜。好，还有个螺啊，什么一大堆啊，哈尔滨啊，啥都喝哈尔滨，哈尔滨很便宜吧？你应该喝黑狗，它是 drop。像我这样啊，美女，哎，随便啊，做戏啊，做。哇，阿小，美女，哪位的？你懂想美女的？啊，客家妹 ，OK。那我今晚上为什么这样高兴，又这样放心？第一，我有个车夫叫谢江，80岁，趁你开车驾你来啊！趁你开车我。另外一个，你要福语，也要公開，他买单了 ，OK， 謝謝他，不要開玩笑。出門而貴人啊，真係行個窿嘅。哎，年輕人，我是張少林，你不認識我不要緊，我跟王立基很熟的，拿668查不一樣是我。是啊，哎，跟你朋友打招呼 ，Hello， 來，剛剛來啊，盡量吃，我不會喝酒啊，盡量吃。扎酒80块，2扎就160块了。喝吧，你看这样，很多年轻人都不会喝酒，那偏偏喜欢吃那个烧烤，一大堆这里。今晚上特别在这里做个直播。哎呀，嗨，客家佬，米奇瓜，阿瓜。想到星期6没有东西做，老板又叫我来这里看一下八达岭这间吃爽爽。哎，这个地方好啊，够大，够凉爽，因为新嘛，对吧？尤其是啊，厕所啊，彼得，客家佬講啊，新時行啊，3月線啊。時行結冷啲，你知道，全部星星擺了，一定要記得吧？八達嶺啊，要做乜嘅啊？阿南 Prang Jeff 睇個後，定係呢個衝你頭過咗小東，佢行下就打廣告啊，因為 MCO 結束了之後呢，後面的歌台呢，叫我唱歌，米鳳。我很有機會了，阿強要山轉要阿莊要山轉要喂，來為山轉我，來，再行一段，你看下禮拜天一家大小這裡燒烤，哇！你看呀，幾高興，看呀，哇！去哪裡找？找不到，這裡。八達嶺最好的地方啊，小孩子一個免費的應該是。沒有啊，也是要算錢的。半價沒有半價。下次你跟我講。跟你講啊。2個小孩子1個半價。OK， 好。你跟我講，真的。真的啊。阿強，下次來小孩子半價1個。OK。聽到沒有？聽到沒有？我講現在啊，我就給錢了咯。不要退啦，我们做人不要退，我们有前进不要退。好，钱给了就不要退了。是的，哇，你看烧烤都很会烧一下的哦。你看妈妈，是啊，妈妈烧给女儿吃。哎呦，只会打招呼在哪里？哎，看，等下，哎，
哎，你有 fans 没有？来，哎，你看拍照来，不用算钱，不能。留啊，留，哎，弄啊，弄很大火啊，弄啊，哇，哇塞 ，OK， 啊，你不要讲话啊。他以为你是谁知道吗？王雷哦，王雷啊。他很年轻王雷老家伙来的，那个一直骂那个粗话的。我没有骂粗话的，我是骂粗话，他妈的那个王雷。谢谢，慢吃。赶快，手里啊！哎，hello，哎，照片有。对啊，两姐妹这边。是啊。这样像这两个，你又不是两姐妹，头发一样，高度一样，眉毛一样，眼睛一样，就是我们不一样，就是我不一样。来，哎，他们亏本了，喝Coca-Cola，哎，88块喝Coca-Cola，人家喝一扎酒啊，就88块了咯。别，马上吃。记得我的YouTube版是上面一个歌神掌上，歌神，YouTube歌神就可以掌上就出来了。以前在弄呢，洗手那边没有我的手帕没有。哎，你看我的分析马上啊，他马上就会找 YouTube 啊 ，YouTube 啊。不要骗人家，不要骗。放大镜打歌神。哦，你没有中文啊？太糟糕！要中文的不？歌神。啊，红色那个。OK。哎，你没有注册？没有录音，来 ，OK， 谢谢你哦。还有你啊，记得啊。谢谢你们，哇，姐妹花太好了，啊，等一下不用算账，我买单 ，OK， 下次再来，下次。早进门口就买单了了，我讲在哪里呀？八达岭啊，这里，八达岭啊。哦哟，太早了，今天太早了，他的朋友，嘿，打招呼，你的朋友，不是我朋友，你的朋友。了，这啊，下了你就讲这。领导就要位置。你要喝那个 rock， 一扎 rock 80块，两扎就160块，赚回来了，再烧烤一下，赚到了。啊，来，欢迎你们来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全部是我的朋友的。哎，我没有遇到一个人，哎，走，我不要拍，没有。哎，来，我要拍。哎，谢谢兄弟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Hello， 朋友，見啦，做切播全世界嘅啦。喂，好靚啊，全世界200年啊，可能200年啦，冇咯，你能夠撩順時嘅。200幾人也是200幾人。來，邊個生日？過去真係3個咯。3個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你看做直播又免费酒。龚小凤在哪里啊？在 PJ 啊。John， 在八达岭。八达岭这个什么加油阿拉。叫他来这里35分钟。哎，我朋友开了董教堂了吗 ？Swan， 喂，好啊。Tina Chong， 沙坡去那边sit哦。八达岭。
Magdaling. OK 了，哇，哎塞，看到了，你看他小妹。如果是没有下雨啊，肯定满座了，因为很多电台就没有来哦。啊，这个在外面呢，这里是在外面，因为下雨啊，这里很凉爽了，在外面很美的一个地方。这次过来看到吗？打卡地方拍下，星星、羽毛，吃爽爽。等下我在后面吃爽爽那边唱2首歌 ，OK 啊？回馈给你们，谢谢你们来支持我500多人，哈哈，哇，好泰嘞，好厉害啊！搞笑，嚟行一圈啦！啦，點解我前面則啊？有位見李演，有位大李演啊，其實帶我要來隻安迪啊，那叫安迪啊，曾經跟黃明志拍過一首歌，也是叫安迪的，我最近才知道，哇，出來這很涼爽哎，喂，這裡涼爽。如果没有下雨，上個禮拜六啊，全部坐滿晒嘅位，有位坐100、200人，第二位也有300人，好大地方哦，大到你怕你啊！OK， 下次我这里来做一场演唱会，啊。这里没有做之前呢，我要跟他讲，我在4月16号在 Zoom 做个人生第一次啊，第一次在 Zoom 你们个人网上演唱会，4月16号，大家去注意一下这个广告，这样来买票来，一定要买票的，天下没有免费的早餐。你看，现在毛毛油头发的都死了呢。为了宣传自己，啊，各位好啊！你没有唱啊？等一下唱，留一张啊？怎么留？李金正几时带我们一次？可以向他原价，不能跨州，暂时。下次如果开放的时候，我带你去蕉赖那边吃，比较近一点。蕉赖回去不给不能录 ，OK。Tina 李金正 ，OK， 来，好了，去后面走一下。各位好 ，Jackie， 哎，真的很凉爽，今晚上。OK， 好了，我就回到我的岗位了。我要试试看呢、啊，我在做直播，试试看。Eddie，OK。一世人都食唔到啊！係啦，咁仲會食啊？嚟啊！等我睇下先啊！唱這首歌給大家爽一下啊 ！Ready go! All right, and then 我把手機set在這裡先，食爽啊！噔。你看下，哇，哎，啱好，色爽，真的 OK， 試看啊！我第一次在外面做直播，一定要收門，期待 OK。交在哪里？哎，现在不要讲啦，还在 MC 哦 ，Slam， 安静2分鐘可以嗎？可以，安靜了。我现在要开唱了啊！来，先戴这个耳机一下。第一次啊，没有经验。哎，大家先出去，我要唱歌了。Douglas， 阿灣，要係天龍八部，你生嘅都天龍八部啊！我把这个线呢插在
线有点乱，线有点乱，表姐，卖乱。啊，这条线呢，应该从电话那边毛钱呐。Hello， 有没有听到声音？有没有声音讲？有吗？有没有听到声音讲有或是没有？阿小、东小、心里大家啲金剛掌有聲冇而家 ？Hello， 有聲冇？有沒有聽到我的聲音在 ？OK， 現在我放音樂，看有沒有聲音啊？我放音樂。Micro SD card mode。有啊，哦 ，Peter。OK， 我成功了。OK， 3個動作啊。声听嘛 ，OK， 好大声 ，OK， check， OK， 跳，有啊，好了，哇，有没有人跟我去不是我，小姐，哇，好台风啊！来，首先有了，我要找歌，我找我最近写的这首歌 ，OK， 来，大家听歌，来啦，会走。就是这首歌，OK 吧？来，掌声鼓励！再唱情歌给你听，我已找到了指引，我们俩有深深恋情，说不完数也数不尽。哇，我今天掉了。我们两臂上眼，痴痴地问苍天，心上的人儿来到了我的身边。哇，这个耳机，我和你。我成功了，真的，在这个地方也做直播，再唱情歌给你听，不见笼罩到了指引，这还带你来啊，这种深深的恋情。说不完数也数不尽，我们两臂双眼，痴痴地问苍天，心上的人儿来到了我的身边，我要和你相爱诉衷情。给你听，音太小声了，别动了。OK， now OK 啊！哇，有了倒啤酒来了，来有！哇，你要风雨，你要阳光，啊换了。
为什么？那现在风很大，听到没有？吼叫啊，吼叫！我看又要下雨了，听到大风吹吗？我们唱过了3首歌，雨又来了。大家晚上好 ，OK， 晚上好。哇，很难得来到这里，我第一次啊，尝试在外面做直播。天龍八九我都唔知啫，嚟邊度啦？各位好，我相信唱3首歌，雨又來了，很大風，真的，呼叫，哎 ，OK 啊，那天我唱這個安邦用跳夫是嗎？他說我侵犯版權。这个版权是那个华生的什么王星，我不知道。我现在自己去 DIY 一首音乐，看会不会中版权。安邦用跳夫啊，真的很难做。OK， 安邦用跳夫。哇，真的好泰國，係果子都垂酒啊！好各位，呀，慢慢來。不是，這個音樂是我打的 ，DIY 的。那個抽風機，老闆呢放個抽風機很大風在那邊，我就關掉它現在。落雨幾大聲，幾大風啊！來個 ，OK 啊。賣面做我都唔是驚，係老師講魚湯。娘跳夫兄啊，跳得暗幫最出名，人識多得對我好聽。自我唔言大我插夾亮，娘用國跳唔又像。娘跳夫兄啊，跳暗幫最出名，我已經識多得對我好聽。伊講出出暗坑，噔，我已經印象出了兩條梁，娘做兄啊，了得暗幫佢出名，人去到有空，哎呀馬開聽，講三個你，係試下講係自己員工，我哋管嘛。你用識得最強，來老師講唔通。娘跳夫兄啊，跳暗幫最出名，人識多得對我好聽。我都唔願愛我添夾靚，娘用國跳都唔有聲。娘跳夫有新鮮，來包有夾平。然後揸嘅好聽，阿彪啊，你講説最啱聽，我嘅印象出了兩條梁，娘跳夫兄啊，跳得暗幫最出名，人講起到有空眼眼腦開聽。我最早的音樂。如果要是我，天
6元，我做了3个小时做音乐。哈哈，爱光言富我来参加了，用国语都唔晓想，用有血牙流了暗帮助出名，人是多了都的好命。客人讲实最暗汤，我的结局归老娘漂亮。用有血牙流了暗帮助出名，人讲起老有狂阿爽冒海听。掌声鼓励，成功了。怎么样成功？我自己做的音乐嘛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听到那个风雨声啊，从很远的2英里要冲过来了，我也很怕，我怕我的东西收不好，我的烧烤麦啊全部进水都完蛋了。OK， 谢谢大家今晚上特别的捧场 ，special performance to you。你看，跳那么10歳，哇，數靚仔啲啫。OK， 哇，咁叻喎，喂，哎，算了吧，在歌坛啊，还有几个75岁的，好声又好唱。哎呀，羊一样，我们不一样，爱就唔一样。天在天边的唔讲，永远保护你。永远爱你，我们羊一样，命中有缘，今生杀的你，永远不分离。来sau強，就是你來sau強，好吧？李文華，露露，露露啊，怎麼你走露露啊？露露啊，變蝦個啊？危險啱嘛？聽日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點解喺做喪啊啦？突然間矛盾去做啊，閃起來潮啊，來到去啊！驚財用驚財，貼擺來啊！一get你貼擺來啊，貼擺入來啊！無形中看到有直播，外面今晚上外面很多人做直播嘛，不知道有沒有？太把水，今天蠻鐵水啊！我跳過去會潑水啊，那三把咧殘水啊，因為很糟嘛，叫啲係用眼入來啊，適量啊，仲適一點眼好，80格8叫量就做，陰而濕，陰而陰。來，再找首，千萬不要有版權的歌，而且好窮啊，客講也很有料 ，OK， 來，客講也很有料啊。All right， 是我做的音乐。哇！客家音乐有料，在黑海滩上笑，好開心，青年自豪。客家音乐有料，山谷。來變個金條，那唔怕會噴煙消。愛講就算我目界都冇輕愛，其實唔衰嘛。慶祝有權老學祖先，將春遊戲創造。愛到半夜來有通宵，人我世界來唔好老。領導愛當磨練，辛苦愛對伊笑，團結一眾來力也到，世界這一創造，力動要是同來莫要鬧，客家音樂有料。飲走啦喂！有料，愛嘿我太
上笑，嘿好开心，一日日自豪。阿嫂哥嘿有了，有酒来当金条，唔怕阮阿上笑，爱讲就算阿目仔恁愈毛。现在有困老来福祖先，客家人嘿有了。爱到半夜来有通宵，人我世界来唔好老，为跌倒来当磨练，辛苦来当微笑，年强起做来力也高，世界且去创造，你共要是从来莫骄傲，总少年嘿有了。哎呀，没有掌声，那你可以找下啊，露露蛋啊，这么你的名字要叫做露露，我不知道。你在香港呢？喂，你懂个露露咩？收過最了了 ，Alice，OK， 現在個，同埋現在個，如果落水嘅5日去假嘛，萬少涉世啊，可能佢讀書啊，再嚟一首啊，梁建才 ，OK， 咩？大家風聲跌過嚟啦，現在個，衝埋嚟現在個咧。竟然冇初燒你嘛？朋友，我前年就覺得前半日啊，現在個56 OK， 沒問題，有求必應嘛，啱嘛？來唱歌乜個人多？Come on！歡笑亦自然，快樂多新鮮，萬千千千。是爆發，冒煙在嘴邊，飲茶飲啤酒當謠言。市面上許多煙啊，太子宣傳廣告店，警示的最新的高齡傲天，馬波羅賓森的悠悠看，若能三十，COVID的片頭落地。我有能從男人之前，老變成站左右眼見，喂，冒險最寒冬見烽煙，哈哈，公路條路要半夜那條，年年講大也來見，歡笑亦自然，快樂多新鮮萬千，喂，是爆發。冒煙在嘴邊，飲茶飲啤酒當謠言啊笑。市面上許多煙啊，太子傳唱廣告店啊，聽誰的最新的高齡滔天，馬波羅賓森的悠悠看看看，若門35，酷飛的平頭落地煙，魔芋的斷腸的男兒出現，老變成戰鬥的幽暗天。喂，冒險最寒光見烽煙。福建歌啊！南北出花拍起我切條網，呀呵，我叫你偏得拍起我的網。恰因为你的人，恰苦我来和我望，思思念念，思思念念，心爱的人，心爱的人，恰苦我来和我望，思思念念，思思念念，心爱的人，为何你爱着客人？哎呀，北派，
卖咸北派，啊，其实我觉得也很醉了，是吧？谢谢大家。王伟全，你那边下雨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阿婆买唔錯，阿婆買又唔錯呀，做啲葱毛咧，吃下佢一個大個熒幕嘅，定係前面看，讓我找一下看看。我希望能夠唱哦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沒有哦，沒有哦，這個沒有，沒有辦法，有版權嘛，這個。这个是回滚滚的嘛，跟立风的嘛，不能唱，不能。OK， 我有最后一首啊，对了，我真要找他出来。我现在要介绍一位，他曾经跟王明志拍过一个 MV， 王明志会找到这个美女的妈妈，笑声。美女的妈妈，她叫做安迪。来，我们请安迪掌声鼓励。掌声鼓励有没有？有听到吗？没有。我等一下啊，掌声，再掌声，这样小声的掌声啊，有一点缩掉了，缩底了。OK， 不要紧，你们听到我的声音，你们。我开错了。OK， 来，我要请他曾经在王明志里面安迪客串一个角色，其实他在这里的是爽里面做个小小的经理，我请他来一下，安迪，来，掌声鼓励，远一点，看不到你。OK。Hello。这个安迪啊，素颜啊，跟你讲，来，我们两个人可以脱下口罩。对啊。你口罩给我戴。唔得。你客家婆來啊？你20米得，你客家嫂來啊？客家妹行過去，客家嫂行過後啊，我係檢驗得知道，而家就客家婆啊，安迪啊。原來也王明志御用的演員啊！再掌聲，再 keep it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晚上好。等一下，是不是这个掌声变这样小声了？变声了。等一下 ，OK。right。啊，正常了。大家好啊！你冒抗演安迪啊，咩演員啊，好有福氣啊，乜人黐到佢啊，你愛生啊！上一蘿莉都有啊！我跟你講啊，有掌聲鼓勵。來，安迪介紹你下子。我叫 MC 阿芳，大家晚上好。然後，你們可以在 YouTube 那邊找到我跟明志唱的一首歌，叫做《安迪》。對，那個安迪就是我。乜個聯繫阿芳啊 ？MC 咩聯繫？MC 阿芳咩聯繫阿芳？你在王明志底下有唱過係嘛？有啊，我有唱過。咩唱過係 rap 啦。rap 啊？你今天馬上 rap 嘅嘛？對，特別冇音樂。我要笑。特別係咩客家話哦？你有咩話講啊 ？OK。你上 ，Hello Auntie, sexy lady， 這個經常checking。俺唔得我安妞。嘿，這個安迪，這個 Jackie， 這個王明志，不叫太郎，唔叫馬達來，唔叫馬頓，王明志，不叫太郎。少年歌好幽默啊！真係幽默。咩？我知道你出嘅 MTV 要 rap 啲人，先睇 rap 啦。喂，安哥，我真係一刻唔記得，我好緊張，因為因為中少年係咩？係我寫哦，燙到太啊！唔係寫而家咧太過捱係個拉字你嘛？咩捱係？你係捱嘅樓跳啊，奔着樓跳啊！唔係樓跳，樓跳都差唔多啦，唔係樓跳。搞錯嘛 ？OK， 我念下。念下。你唱乜嘅歌啊？rap。rap 啊！咩王明志底下安迪沒 rap 歌嘛？你罵王明志嘛？係啊。
本日天亮，今日番薯，本技巧，上来只毛。我讲，毛白白，上来只毛尖尖啊！你喺公司啦。哦，上山毛力，落山毛不力。好，等下本日。OK， 邊個時間咧？晏啲前晚嘅 rap 㗎咋？因為我一刻唔記得我好多年冇唱過了。咩？而冇做過切播後行完咧同講。做乜解咧？而冇驗照嘛？哦，驗照都唔講啦嘛，係嘛？係咯，你啱。啱啊！啊，前8種嘅冇，8種都我哋少當㗎咯喎。8種就少當啦。係啊。係啊。OK，嚟，即係唱Hillboy阿湯啊，係咪？冇問題，來湯都冇問題。係啊。來 ，OK。喂，安哥，那些爛回憶我早就忘記。做人要前進，最重要 happy。我變成怎樣，關你什麼代誌？我有幸福的婚姻，幸福的家庭，因為幸好跟的不是你。Oh please，別離開這裡，不要擋住我做生意。我乜都係做生意，掌聲鼓勵，掌聲鼓勵。少年哥，我咩講你？不要擋住我做生意啊！我冇講一句話，我咩講你？我知道，我要擋住我做生意，我都沒有做生意。不要擋住我做生意。啊，不要擋住你。哎，有機會啊，我寫首吃爽爽 rap 的歌給安迪就 rap 一下。我前面唱吃爽爽，切切人家都吃爽爽。啊，對你哋，哎，有冇吃爽爽？要計要炒飯，乜嘅爽，加埋客家歌喎。客家黃要乜嘅大肚魚，要多春魚啊，乜鳩魚，乜嘢魚，乜嘢魚，多鳩魚，乜鳩魚啊！要多春魚，要五元炸嘅，哇！好多雪山飛狐乜？誒咁好啊！如果你哋做 PJ 嘅人啊，你哋就 PJ 計要阿拉看到嘅，然後少年歌，因為少年歌咧，佢可能一整嘅一杯有300-400都係優惠嘅，哦。貼埋我哋 MCO 前咧開放嗰日咧，我哋有位有舞台，我哋愛唱中咩唱？我賣會嚟聽賣會。我賣會嚟聽。兩張一齊賣會。兩張一齊。一張會係150條錢。一張大喎，要 sit 要 con 喎。本來一場都88啊嘛。啱啦。看阿修個唱過一隻總條，啱咪？知你話？啱喎，今天冒去雕花場哦，來看趙少林歌。咩？到時還有東西送嘅嘛？送乜嘅呀？送乜嘅呀？送鐘咯，唔係，送錶，咩送鐘？送多1粒鐘。啊，送多1粒鐘啦，本來充1隻鐘嘅咩？送2隻鐘咯。誒，多謝安迪啊。OK，thank you。而家乜嘢名嘅本來？阿芳。村裏有個少女叫阿芳，樣子生到的又帶風。OK， 我讓你。OK， 哎，下次。哎呦，哎，冇得事。哎呀，原來這只會做直播啊，這好刺眼的 ，Henry， 很自然的。哎，唱多首歌，收檔來，唱多首歌。吃飽啊，飽食飽看 ，OK。嗱，我冇喊咗阿房 ，OK。嚟，前一個啫嚇，乜見咗？嗱，我冇喊咗阿房，嚟啦。我冇喊咗阿房。然後聽見了拍腳也無限，要老師變先唱，人哋強先不肯出家，那嘅老妹也唱到飯，甜甜酒我都像是念唱下，然後怪變兩下，跳上在上位起起的雲地帶。然後要幫這少年行話，平時唔好快前亂發，只要用我暗，要向用解碼，滿山嘻嘻二樓上有矛共怕，而係要將武創個學結他，彈琴是識十分唔會差，炒到隔面沙，玩呀那倒麻。那馬路天空阿房，裡面好高。哎，我換個位置呀！哇，這裡很美啊！
老妹，现作阿爸，然後認真白白有下，要留書，便是不差。然而聽說不能說話，結結妹牙嘅老妹，也唱到吧，甜甜酒我都像是連唱下，那然後怪結別有他。要生仔上去去揾記得，然後要講嘅笑要騰話，平時唔合規嘅文化，以後有我噏，要後用解碼，萬神喜慶二樓茶也冇夢怕，而行後跳舞唱歌學吉他，看故事識出杯唔會差。頭到白亂沙，不呀那寶馬，阿爸都聽講阿爸嘅頭家。喂，飲啤酒啦喂！All right,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Oh my God. 香港變黑有料，唱兩晚都夠。OK OK。多謝隊長 ，thank you。我老啤酒來了，好了，因為那邊有音樂有吵了，啊，哎，謝謝大家今晚上特別給串進來。要唔要變睇下失望啦？唱到一首歌，係啊，唱到一首歌，冇變睇下失望，啊。看下嚇，聽下看下，我潛過豔照過 ，OK， 豔照過60杯，我看啦60杯 ，OK， 來 ，OK， 好。就算一打他是愛不掉，原來應該因為孝順啊要對你有一定變得輕飄出名有太高招，他順到處記要，寫就用兩個大。黑歷史也順了，命來就殺伐那波論，千條少年三把招，要玩人話，貌裏越唔愛笑，係要黑嘅夜花招，兩三乜藝唔要，係要豔照，願生起來向笑。阿峰來喝酒。就算一想他是對愛的。原來應該因為孝順啊要，啊對你有益變得輕飄飄，出名要太哥照，太哥變到處記要，看你過來，聽這有兩個大，百事也順了。兩愛就三把那波論，前提供少年的三把招。喂，貌裏亦唔愛笑，豔嘅夜花照，兩
送乜藝唔叫，喂飲酒，人生起來享受。哎，接上來，哇，食爽爽，愛最中意的冇晒。快過來了。阿妹真係亮，真係亮，陰公我落命。阿妹真係拍槍後拍槍，上次我搏命。唱到阮阿妹嘛甲鬼聲，夾夾我愛他。阿妹介紹嫌做裝愛亮，暗暗迄通聲。阿妹愛來回，請阮愛來通，阿妹係咩有得閒？阿哥愛食晏，孤單伊則食飯，阿妹窮下來上班。最近鬆鬆對對20關，劍生唔有分散。日日嘅話論家盤煙盼，利劍愛6環。半夜雪細山灰天要暗，通房腮木斬。實在黑亮，真黑亮，陰公我落命。阿妹真係拍槍後拍槍，上次我搏命。唱到阮阿妹目甲鬼雙，夾夾我愛他。阿妹介紹嫌做裝愛亮，暗暗迄通聲。阿妹愛來回，請阮愛來通，阿妹係咩有得閒？阿哥愛食晏，孤單伊則食飯，阿妹窮下來上班。最近鬆鬆對對咧20關，劍生唔有分散。入啲嘅話論家盤煙盼，利劍愛6環。半夜雪細山灰天要暗，通房腮木斬。來回請阮愛來通，阿妹係咩有得閒？阿哥愛食晏，孤單伊則食飯，阿妹窮下來上班。最近鬆鬆對對20關，劍生唔有分散。日日嘅話論家盤煙盼，利劍愛6環。半夜雪細山灰天要暗，通房腮木斬，熱斜落房間。太累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时间到了，又有下点毛毛雨。75岁，是吧？人家讲我老了，真的老了，老死老无计较。谢谢大家今晚的支持，几百个人无所谓，我是突然间爽爽来做个直播。谢谢大家，我们后会有期，晚安。Thank you very much， 阿里嘎多克雷马斯。Oh my god， 我们后会有期。选个日子，我们好好再来聊聊。OK，Thank you， 广告歌，下次啊，谢谢大家 ，I love you。